来看桃园机场第3航厦，按算2026年会完工，也毋过最近红白讲，标着 X 光机的外国公司，伫2019年有采购的备案，即届可能是违法来标。机场公司是指出讲，采购是依照政府采购法以常务利标来决定厂商哦。嘛强调讲，这间公司的设备冇使用伫法国甲卡达国际机场。桃园机场第3航厦工程阁继续咧起，按算2026年完工，即马所传出机场公司开14.4亿买手外甲托运行李的电工机。代表厂商是2019年标出采买个案的影响快速扫描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，设备无符合规范，毋过旅客对台湾的安检也算是有信心。OK 啊，台湾当然 OK， 台湾的安检还行，比较安心吧，然后可能就是对大家安全考量会比较注重。未来第3航厦重点伫北美航线，投机托运行李电脑断层扫描机规定要符合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加欧洲民航会议 ECAC 的认证。即马所被指出，只得到 TSA 会议认证加客机安全标准差真大。投机回应设备伫法国戴高乐机场、卡达哈马德国际机场拢咧使用。这个安检设备事实上是经过大概美国 TSA 跟欧洲相关的一个规划，也是for这个旅客的托运行李。目前航厦电工扫描机都是航警局采买的。桃机表示，考虑第3航厦整体营运甲后续工程推动顺利，受航警局委托代办相关业务，要参考航警局对安检设备仪器的规格，也委托顾问公司定出相关规格。采买过程透过机场公司的廉政平台，以常有利标的方式办理，规定严格。后续也请代表厂商提供相关的佐证资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